大灣區國際信息科技協會係由粵、港、澳三地嘅科技專業人士共同成立。協會願景係希望凝聚粵港澳資訊科技力量，促進大灣區創新發展。透過呢個平台，我哋可以凝聚三地同埋國際嘅人才，推動大灣區合作，促進科技資訊嘅聯通，助力融合發展。協會喺2021年4月8號正式成立。協會董事局主席由國家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先生，香港會長由楊德斌先生，以及澳門會長由馬志毅先生所擔任。協會成立之後嘅第一項工作係促進大灣區數據流通，以及舉辦相關研討會，同埋制定報告提交俾國家網信辦。各位朋友，香港同大灣區廣東省城市之間嘅人流、物流、資金流同埋信息流十分重要，而打通信息流嘅工作難度最大。為咗打通信息流同埋其他需要，我同 Alan Young、楊德斌先生成立非牟利嘅大灣區國際信息科技協會，係我成立嘅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基金會下邊嘅一家二級機構。協會喺過去2年做成功咗部分數據跨境流通嘅工作。我哋協會咧係會員制嘅，歡迎企業同埋個人成為會員，大家一齊參加活動。多謝大家。協會舉辦過唔少嘅考察團活動，包括連續2屆到福州參與數字中國建設峰會，到東莞松山湖同當地政府交流，到貴州考察大數據產業。另外，協會2024年9月喺澳門成功舉辦粵港澳跨境數據挑戰與機遇論壇。協會過去都有舉辦唔少嘅專題系列，包括新零售系列、智慧城市大講堂系列、ESG 金融攻略座談會，以及創科領袖成功之路分享會。協會喺2024年1月更舉辦大型活動數字經濟發展新機遇峰會，邀請政界人士、學者以及專家分享。除上述活動之外，仲有會員聚會、晚宴活動等等，並邀請重要人士進行相關分享。我代表大灣區國際信息科技協會，多謝各界朋友對協會以往嘅支持，亦都希望各位繼續支持協會未來嘅工作，攜手合力打造美好嘅大灣區。